细夜市，文录音阿嘉。拜五的暗时，日头落山，暗顿食煞，上欢喜听到阿母讲：行，咱来去细夜市。哇！我上期待就是这个时阵啊，伫夜市两边搭排几排，排甲热热长，我一搭行过一搭，双蕊目睭紧紧看，一支喙会当四个食，实在真趣味，互我心花开。所以平常时啊，我上爱去的所在，就是阮兜附近的夜市。三不五时，阮规家伙啊，拢会烧招斗阵去。我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就看到规条街仔路光艳艳，人客人脚贴脚，耳孔边传来叫卖话声甲笑声，加添足侪热烈的气氛。伫夜市内底，逐项物件拢有在卖，五花杂色，百款，记在你选。头家嘛真好喙，一声人客来坐哦，充满着厚厚的人情味。夜市内底有足侪好食物，蚵仔煎、米粉炒甲鱿鱼羹，真有古早味。嘛有上时行的烘番米、正鸡排甲车轮饼，看起来拢真好食款。虽然我暗顿才食饱无偌久，毋过一闻到香滚滚的气味，我着喙烂插插地，足想要买，因为俗佮大碗，大碗佮满钱，100块绝对有通走。迄种看会到佮食会到的感觉，互人心满意足。我上爱去食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的胡椒饼。头家小可因用感情做出来胡椒饼，鲜佮好食。是用上好的山楂肉，配组团的胡椒粉，甲透早采收的青葱仔做的。我才夹一喙领，旁边甘醇的肉汁就流出来，外皮食起来是酥酥酥、脆脆脆，互我愈食愈煞喙，使人学了甲会达志。也有真侪佚佗的设备，亲像射鸡龟啊、叶布翁啊、投篮球等等。逐摆看到，我着心肝头挠挠，足想要去耍看觅咧。我上爱去湖金鱼，看到大尾细尾的金鱼伫水池内游来游去，实在真古水。我正边湖、倒边湖，连面一张纸做的希望啊，就破糊糊。会记得有一摆，总算捕着两尾，我欢喜甲喙笑目笑，痛甲赤赤着。咦，头前哪会围一大堆人呢？我真好闲，三步做两步行，前去头前看，原来是衫裤在大拍卖，两搭卖衫的人在拼输赢。一位头家话讲：人客啊，一年365天，今仔日上好康，生意歹做，佮吉步俗俗啊卖，车薪水，报了赞，
请了下书过大班。另外一位头家讲，内行的看布袋，外行的对人买。若买着熟着，较赢狗斗换一隻；若买无着，你心肝头会挨肉。就安尼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卖茶讲茶香，卖花讲花红。我看到头家讲甲喙角全泡，拢袂跳针。莫怪生理好甲挡袂牢，口才实在有够敖。台湾的夜市有在地文化影者，实在真奇巧。伊满足了每一个人食穿的欢喜，连外国人嘛爱来遮行搭。所以我真爱去踅夜市。会当甲厝内人行相偎，感情愈来愈密，而且有闲就会当去，话行就行，毋免烦恼会开伤济所费。这就是一种简单佮幸福的好滋味。有钱嘛无得买，阮会永远藏伫心肝底。